Hello， 大家好。最近咧，卑詩省就發生咗幾單一啲天然嘅災害，咁就令到咧有一啲人係需要被救援嘅。咁好多時咧究竟呢啲咁樣嘅災難或者係救援喺卑詩省同香港有啲咩分別嘅咧？嗱，有一單咧就係喺 Chilliwack， 咁就係因為前排就落好大雨，咁就有一啲洪水嘅爆發啦，咁令到有一啲人同埋狗隻被困，咁就需要等待一啲義工隊嚟到救援。咁另外一單就係喺呢個 Harris Sand 一帶海面上高就遇到一啲惡劣嘅天氣，咁玩滑浪板嘅人咧就有9個人就被困，係需要請求一個海岸搜救義工隊嚟到去救佢哋。呢啲新聞如果係一般香港人聽落好似有啲奇怪喎，要靠義工嚟到救翻一個普通人，或者係靠普通人嚟救普通人，咁大家有冇諗過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先講第一單新聞先，喺2025年年底，卑詩省 Chilliwack River 一帶因為大雨而引發咗洪水，有人同狗被洪水圍困。People and 4 dogs had to be rescued overnight after getting trapped on an island on the flooded Chilliwack River. The group was camping out on the island when disaster struck. Chilliwack Search and Rescue says it responded with 20 members, including a raft team and swiftwater specialists. 需要義工救援人員涉水嚟到協助離開，更加出動到直升機嚟到救援。而另外一單就係喺今年2月 Squamish 一帶嘅皇家海洋義工搜救隊接到求救電話，9名直立板嘅愛好者因為天氣突然轉差，被困喺 Harris Sand 沿岸。佢哋唔係新手，裝備亦都齊全，但係面對住天氣嘅變化，最後都係要等義工嚟救。你冇聽錯，係要等義工嚟救啊！如果呢啲事發生喺香港，你自然應該會諗到一樣嘢，消防員。但係喺卑詩省，好多人第一次先發現，原來好多救援工作係要靠義工嚟做嘅。海上救援啦、山區搜救啦、部分水災支援啦，都唔一定係由政府全職部門即場到場拯救嘅噃。好多時大家可能會見到一啲嘅組織寫住乜乜乜地方嘅 SAR。嗱，呢個 SAR 唔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嗰個 SAR 喎，係 Search and Rescue。呢啲義工成員裏邊其實個個都有份正職喎，可能佢日頭係醫生啦、律師啦，又或者係護士，甚至乎可能佢係巴士司機都未定嘅噃。我而家唔係比較緊邊一度好邊一度差，而係講緊個制度本身就係唔同，現實亦都係唔同嘅。唔好以為義工就好揸流灘喎，其實咧佢哋都好專業嘅，亦都有定期嘅訓練。你見佢連直升機都出得到嘅話，一定唔係你心目中諗嘅類型嘅義工啦。只不過可能佢哋資源上高係需要社會嚟到捐獻，亦都係需要有唔同嘅義工喺唔同嘅時間嚟到當值。咁甚至乎可能有啲時間大家都唔得閒嘅話，咁就真係可能會冇人當值都唔出奇嘅。咁所以佢哋唔同地區嘅義工咧係會互相聯手埋一齊。Let's say 可能 A 地區嘅義工接到一啲嘅求救個案，而佢哋咁啱唔夠人手嘅話，咁就聯絡 B 地區嘅義工嚟到幫手咯，咁就發揮守望相助嘅功用啦。其實以我認知，講得上義工就應該係冇薪金嘅，咁但係咧嗰啲裝備啊，或者係佢嗰啲嘅資源啊，咁就政府係有份嚟到提供嘅，咁只不過係人工上高、福利上高，或者係架構上高，係要靠志願人士嚟到做，而喺物資資源或者係啲器材上高，政府或者係大眾都會有一啲嘅 supporting 俾佢哋㗎。而呢一個同香港嘅差別，對於我哋移民家庭嚟講，其實都好重要嘅喎。喺卑詩省，喺好多情況之下，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係救援未必即時會有嘅，有好多時候都係需要去等。有時要靠自己等一段時間先至會有救援嚟到出現嘅噃。尤其係水災啦、大風雪、地震、大規模停電、手機完全斷網等等，呢啲情況咧都幾時常發生嘅喎。嗱，我自己唔係消防員，亦都唔係救援專家，
我係做病人運送服務嘅，平時就揸住非緊急救護車走遍成個大溫城市、郊區、醫院之間，亦都因為咁樣，我見過好多情況，譬如話路上面突然之間封路啦、天氣嘅急變啦、GPS 冇信號啦、手機冇網絡啦，呢啲經驗令我開始認真咁去諗一個問題：如果真係有災難嚟到嘅時候，我同屋企人點算呢？所以之後呢幾集我就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如果真係遇上水災、地震、大風雪、冇電、冇網絡或者係冇即時嘅救援，普通家庭可以點樣去準備呢？同埋我自己點樣去準備防災包呢？裏邊應該要放啲乜嘢呢？嗱，唔係嚇人喎，亦都唔係賣裝備，我只係想喺 BC 省發生過嘅事上都同大家一齊去諗清楚。如果下一次呢啲事發生喺你同我身上，我哋準備好未先？如果你都係移民家庭，有小朋友、有長者，又或者你平時冇乜點留意呢啲事，咁你就記住 follow 我之後嗰幾集啦。我會同大家講清楚災難發生嘅時候頭72小時應該要點做，普通家庭最容易喺邊啲地方出事呢？下一集再見啦，拜拜！如果你鍾意我哋嘅 YouTube 影片，請你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如果你哋想第一時間收到新片嘅通知，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喎。